因应水情的严重，市府对26号起停止游泳池、洗车场甲三温暖业者的供水，但为了鼓励一寡小型洗车场的生活，市府嘛推出配套的措施，包括出动水车协助业者来载运再生水，另外嘛提供减税方案，保障减班休困劳工的权益，加员工的培训计划等。台南市政府呢，为了广大的民生用水哦，所以就是针对呢，就是用水量比较大的，例如像洗车场、游泳池，26号起全面停止供水哦。那市政府呢也提出了一些配套的措施，有3个方向哦。第一个方向呢，就是市长呢也特别要求环保局、公务局、消防局可以调动他们的运水车，协助业者载运那个回收的水。好，已经资源回收的水，然后来协助他们来提供他们的用水。那第二个方向呢，市长呢也指示财税局要去研拟一些房屋税的减税的一些方案，来减轻业者的负担。受影响的业者呢，他们可能会得到一些减税的一些优惠哦。那第3点呢，有个会受到影响的劳工，市长也指示劳工局要来协助这些劳工的权益的保障哦，包含了还有一些在职的训练等等的。如果因为停班，然后呢会提供一些训练的一些方案，来保障员工的一些基本工资的。那目前呢，受到的员工的数额其实并不多，因为有提供再生水的一个服务，所以呢。雇主并没有把员工解聘，然后他们的还是照常在上班的。市府发言人田英虎表示，以一个加油站附设洗车场，平均一天的用水量15吨来计算，大约会当提供53个家庭每天的用水需求。目前全市加油洗车场完成迁封的有60间，其他小型的为了鼓励生活，市府嘛鼓励业者来使用再生水。每天用水量大概960公升，大概1吨左右。很高兴市府这边也派员用水车来支援我们业者这样子。很感谢。所以找到可以供水的那个也是算有渡过难关就是了。是，没错。除了节流，另外市府嘛积极来开源找水。包括工地、工程的地下水、引空再生水厂，对一天2500吨，渐渐来提高每天8000吨，尽量避免进入公务停学的限水阶段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